你下来干什么？我以为你要自杀，我来救你啊！这么浅，怎么自杀？那你下来干嘛？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你觉得你很幽默吗？这个季节挖什么藕？哪儿来的藕？年轻人想一出是一出。哇哦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怎么样，没受伤吧？这样吧，你们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。但我上班又迟到了。你在哪儿上班啊？在幸福路的烧心面馆。那这样，等会儿啊，你们先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，然后我们送你们回去上班，好吧？走吧，来走吧。谢谢警察。这边请。哎，给我电话，这个屏碎了，是谁的呀？谢谢。下次小心一点。啊，谢谢。这是你的。应该是我不小心弄到的，没时间去修，最近也比较忙。要不你自己去修一趟，回头多少钱告诉我，给你转。好吧。麻烦你跑一趟了。不麻烦，就是刚才打听你在哪儿花了点时间，你们这儿的医生护士一听我提到你的名字，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需要搞得这么神秘吗？搞得我像坏人一样。他们是为了保护我，不好意思啊。哦，你下午有一通电话，我接了，对方劈头盖脸就是一通乱骂，你欠人钱了？不是，是医疗纠纷。我最近在打官司，过2天就宣判了，所以就从肿瘤科调到了急诊。既然没有宣判，就还有赢的机会。谢谢。加油，罗医生。怎么称呼？哦，我叫赵三月，你叫我三月就行。嗯。拜拜。沈班长，我能补充2点吗？请讲。沈班长，各位，我在人民医院的肿瘤科工作了几年，见到了各式各样的病患和病例。对于大多数癌症患者和家庭而言，他们的期望都是治愈。但就今天的医疗手段，治愈是极个别的幸运，剩下的，医院和医生能做的，都只是帮助患者减缓症状，实现带癌生存的长期目标。在抗癌战役的最后阶段，吗啡就是我们医生的最有力武器。今天我在这里，不仅仅是想和原告解开纠纷，更是希望能以我的经历，为医生争取更多的权利，在今后的治疗中，能够安全、合法、没有后顾之忧地使用吗啡，去帮助患者缓解痛苦，捍卫他们的生命尊严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但愿最后能笑着离开。我说完了。这人你没白救我。我也觉得。你还好吗？你来听庭审了？嗯。想来了解一下姑息治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是有家人为自己，将来总要用上嘛。你的发言很棒。其实发言不难，难的是之后。什么？
走出法院，才是真正的生活。你先说。你那天怎么会想到要救我？我以为你要自杀呀。其实我以前也试过自杀，不过我觉得大白天的跳湖可能不是真的那么想死，等一等或许就有不一样的结果。所以当时我想都没想就跳下去救你。可谁知道水那么浅啊！所以你跳下去到底干嘛呀？找东西。找什么东西啊？戒指。头一天晚上，被我女朋友扔到了湖里。她说找回来，就不跟我分手。那是湖，不是你们家澡盆子。所以你找着了吗？那就不能复合啦。好遗憾。谢谢你当时那么拼命的想要救我。啊，刚刚你想问我什么来着？刚刚，哦，没什么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收好了。谢谢谢。多少钱啊？救救我车！林中官还真的很有意思。好不容易才买到的房子，大伙说说看啊，这临终病房一开，不等于把殡仪馆搬对面了吗？房价肯定要跌呀！你让你们来拼啊！抵制你！不是吗？快，先说吧，小区。大家注意啊！大家注意！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小区东广场免费发放粟米油盐，先到先得，发完为止，赶紧吃啊！快跑！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小区对面的医院新开了个临终关怀病房。哦，你也收了传单？他发的。他是？我是罗大淼。哦，就是你呀！坐。嗯。让你打扫厕所弄得怎么样了？扫干净，扫干净。我检查一下。啊，很干净。你告诉我信不着。你干。你不是在人民医院上班吗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哦，我老师他调任到新院去当临终关怀科的主任，我跟他一起。是为那桩官司吗？啊？原来的单位里头有人说你闲话了？哦，不是，跟别人没。
在那儿上班？啊？我上次明明听到你跟那个警察说在那下车，我记错了？不是，我只是在那儿下车，但我工作的地方不在那儿。哦，我还不知道你在哪工作，是干什么的？啊？午夜。服务业。对，是服务业，但我在殡仪馆为往生者服务。完了，往生者。就是遗体化妆师。别说，别说。你听明白了吗，罗大淼？我在殡仪馆为遗体，我在殡仪馆为往生者服务，我是遗体化妆师。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就是我是生的守门员，你是死的摆渡人。这么算起来，咱们还算半个同行。你好啊，赵三月。你好，罗大淼。有点出息，稳住。林沃，我的胸口好像在烧开水呀，你有过吗？我们今天遇到一个奇迹，先前那个心肌梗死的小男孩，呼吸和心跳都停止了。我们把他拉到殡仪馆，他又活过来了。我们刚把他送回来。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呀？在圣经里面有个叫拉萨路的病人，他死之后被埋葬在墓穴里面。4天之后，耶稣把他从墓穴中唤了出来，他真的复生了。后来就把这种死而复生的现象叫做拉萨路综合症，多半是跟低温、急救药物起效慢有关。一般很难发生，但一旦发生的话，已经能判断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同事还非说他是因为阎王爷打了麻将开心把他放回来了。怎么理解都行，人救回来就好。虽然身为医生不应该依赖奇迹，但偶尔有奇迹发生的话，你心情好点了吧？也谈不上好坏，就这么干着呗。加油啊，守门员！你也是，摆渡人。上车嘛！来了。徐太太，现在身体断的部分我们已经接起来了。真好听。
这是。那枚戒指后来找到了吗？戒指？哦，没有。那，你跟你前女友就不能复合了吧？听说她已经回老家了，而且还交了新男友。祝她幸福。特别为她高兴。不是为啥高兴？喜欢吗？喜欢，是我说过最好的一家。我是说我。了啊！刚才警察联系老高，但他在外地回不来，办公室没人，我得赶紧赶过去。啊，你能去趟派出所吗？我可以啊。那行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说啊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放心吧，亚楠姐啊。我有事得先走了，饭盒我下次再来拿吧。拜拜。张月。啊。 3点发了。新年快乐！人间可不就是个大公园吗？拿到出生的门票，然后进来逛几圈，看看山水花草。 风啊，云啊，太阳啊。等逛够了离开。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。公园还是那个公园，但逛公园的人已经换了好几波了。你好像对生死看得还挺透。透吗？ 我其实特别怕死，就是觉得死亡背后好像什么都没有。如果这个世界跟死去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活着是为什么呢？把公园里的东西占为己有吗？但走的时候统统都带不走啊。 所以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你看我纠结的要死，一点也看不透。那你怎么还敢做这工作？你过来，过来。过来。 这是什么？我在这儿撒下过骨灰，结果没过多久，
当时这儿开出了好多小花来，那种小小嫩嫩的，特别可爱。冬天的时候谢了，现在又有花骨朵，看见没？嗯，今年还会接着开的。我小的时候，大姨跟我说，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灵魂。那个时候，我就觉得他在鬼扯。但现在我有点相信了，可能死亡不是什么都没有呢，可能是另外一种开始，可能什么也带不走。但可能总会留下点什么，哪怕是一朵小花，但能从灰烬里面开出来，你不会觉得很神奇吗？我每天在殡仪馆接触那么多死亡，憋屈的时候是真的憋屈，但等到这朵小花开的时候，还是会觉得很开心。要是能有一个能跟我分享这个开心的人，那我就会觉得好幸福。话以前，我眼里哪有这朵小花啊？看不到的呀。3月，你真好。是好人卡的好吗？不是，那是什么好？是想和你一起看小花花的好。它什么时候开呀？看一下。别碰它！你刚刚不是也碰了？我没碰，我是这样指的，没碰到。好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